大家好，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個故事係一個以委內瑞拉社會背景為靈感嘅純屬虛構創作，片中所有情節都係作故仔，同現實無關。希望大家理性觀看，切勿模仿任何犯罪行為。我哋開始啦。暗影獵鷹，模擬行動自由之鷹。2026年夏天，加拉加斯夜晚好沉重，空氣好似凝固咗咁。委內瑞拉已經亂咗好耐，經濟崩潰，人道危機，政治對峙，日日都有人挨飢抵餓，街頭衝突無停過。國際社會終於忍唔住，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授權多國聯盟介入，名義係保護平民，實質就係想結束呢場亂局。在呢場純粹模擬推演入面，美軍海豹突擊隊同三角洲部隊組成聯合特遣隊，代號暗影獵鷹，目標只有一個，用最短時間活捉尼古拉斯·馬杜羅總統同佢老婆西利亞·弗洛雷斯，瓦解政權核心，逼佢哋無條件投降。帶隊嘅係海豹陸隊隊長萊恩·哈柏上校，佢係個打過無數反恐任務嘅老兵，聲音永遠冷靜得嚇人。佢喺通訊頻道度低聲講：記住，唔係刺殺，係活捉。我哋要全世界見到，佢已經無路可走。整個計劃喺五角大樓地下戰情室推演咗37次，計得非常精細。情報顯示，馬杜羅夫婦已經唔喺米拉弗洛雷斯宮，轉咗去加拉加斯東南郊一個更加隱秘嘅堡壘——人民宮。呢度係地下指揮中心，由古巴同俄羅斯顧問強化過。地面有2個營嘅中成衛隊，包括波利亞爾民兵同精銳嘅特勤單位，配備 T-72坦克、ZU-23高射炮同堅射飛彈。空中仲有蘇負30戰機同米負35武裝直升機日夜巡邏。美軍嘅優勢就係隱蔽同速度。行動定喺凌晨2點47分開始，月光最弱，衛星盲區最大嘅時候。4架改裝黑鷹直升機從哥倫比亞邊境一個前進基地起飛，用地形跟隨雷達貼地飛行，高度唔超過30米。機上載咗32個頂尖特種兵、16個海豹、12個三角洲、2個空軍戰鬥控制員同2個情報官。高空仲有2架 MC-130J 特種作戰飛機待命，提供電子干擾同精確導引。直升機群掠過安第斯山脈叢林嘅時候，第一道難關就嚟咗。委內瑞拉雷達網捕捉到少少異常，一架米負35武裝直升機即刻從埃爾利伯塔多機場緊急起飛搜尋。哈柏喺通訊度冷靜落令，開啟幽靈模式，4架黑鷹即刻放紅外有利彈同鋁箔干擾雲，同時2個三角洲狙擊手用新型狙擊步槍，從800米外連開2槍，精準打爆米負35嘅尾旋翼。武裝直升機喺空中解體，墜落叢林，爆炸嘅火光照亮夜空，但同時都暴露咗入侵者嘅位置。警報解除時間縮短到12分鐘，哈柏判斷得快，加速前進。凌晨2點41分，直升機群到達人民宮上空5公里。2架黑鷹懸停300米高空，放快速繩，24個突擊手滑落去宮殿後面停車場。另外2架黑鷹繞去正面，投閃光彈同催淚瓦斯，製造正面佯攻。地面衛隊即刻反應，探照燈掃向天空，高射炮怒敲，曳光彈喺夜空畫出死亡軌跡，密密麻麻好似煙花咁。Alpha 組東側圍牆突破，三角洲小隊長馬克斯·里維拉中尉帶8個人衝向10米高嘅鋼筋混凝土牆，佢哋用新型電磁脈衝流彈，瞬間癱瘓圍牆上面嘅監控同電網，然後投繩鈎，30秒就翻過去。落地嗰陣，2個民兵哨兵剛舉槍，就被消音衝鋒槍點射倒地，連叫都未叫到。Bravo 組屋頂滲透，海豹小隊從側翼上宮殿屋頂，用熱熔切割器切開通風管道，4個人魚貫入去，直落地下指揮中心。地面戰鬥即刻白熱化。中成衛隊嘅 T-72坦克從車庫衝出，主炮轟隆一響，一發125毫米炮彈正中一架黑鷹尾書族，直升機喺空中翻滾墜毀，機上4個飛行員同2個特種兵即刻犧牲。哈柏咬緊牙關，查理組反坦克，2個三角洲士兵從屋頂躍落，用標槍飛彈連續2發打爆 T-72頂部裝甲，坦克即刻變成火炬，烈焰衝天。地下通道嘅戰鬥更加殘酷。特勤人員好熟地形，用監控同陷阱反擊。佢哋喺走廊放遙控地雷，一個海豹士兵踩中，
爆炸將佢炸到重傷。隊友即刻拖佢去掩體後面打嗎啡針，但佢痛到講唔到說話。李維拉吼道：唔准停，目標喺負3層。呢一刻，馬杜羅夫婦已經喺最深處嘅鋼鐵堡壘入面。情報話佢哋身邊得12個最精銳嘅古巴教官同俄羅斯僱傭兵。馬杜羅着住防彈背心，面色鐵青，對西利亞講：佢哋唔會得逞，俄羅斯朋友已經承諾支援。西利亞緊握佢隻手，眼裏有恐懼但仲有堅定。我哋一齊捱過最差嘅日子，今次都唔會例外。突擊隊衝到負3層，遇到最猛烈抵抗。俄羅斯僱傭兵用 AK-12突擊步槍同火焰噴射器，狹窄走廊變成死亡通道。海豹小隊長肖恩·麥克唐納中士衝最前，胸口中彈倒地，但佢用盡最後力氣掟閃光彈，為隊友爭取突破。三角洲士兵用C4炸開最後一道鋼門，衝入指揮室。房間中間，馬杜羅夫婦企喺地圖台前面，身後6個持槍護衛。雙方對視3秒，然後槍聲大作。特種兵用精準點射，2秒解決4個護衛，其餘即刻投降。馬杜羅想拔槍，但哈柏從側門閃出，一記槍托將佢砸倒。李維拉即刻上前，用塑膠束帶鎖住佢雙手。尼古拉斯·馬杜羅，你被俘咗。哈柏用西班牙語冷冷講：戰爭結束咗。西利亞想撲過去，被2個士兵制服。佢怒視美軍：你哋係侵略，歷史會審判你哋。哈柏冇答，只係示意隊友帶走佢哋。撤離階段一樣驚險，地面衛隊發最後反撲，想搶回領袖。2架委內瑞拉蘇負30戰機從拉卡萊拉基地起飛攔截，但高空嘅 MC-130J 已經放電子干擾吊艙，戰機雷達一片雪花。同時，2架 F-22隱形戰機從哥倫比亞上空高速掠過，發射空對空飛彈，將蘇負30打落加勒比海上空，爆炸火球照亮海面。凌晨3點19分，最後一架黑鷹升空，載住馬杜羅夫婦同21個倖存特種兵離開人民宮。宮殿喺身後熊熊大火，爆炸聲連綿不絕。哈柏望住窗外，輕聲報告：獵鷹巢，這裡暗影獵鷹，目標已活捉，行動成功，損失7人。通訊另一邊，五角大樓戰情室爆發掌聲，模擬推演結束。熒幕彈出紅色大字，任務完成。但現實從來唔係一場突襲就解決到。馬杜羅政權崩潰可能只係開始，之後嘅權力真空、游擊抵抗、國際譴責，會令呢片土地未來更加亂。和平從來唔係咁簡單。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如果大家鍾意呢個故事，記得讚好同分享啦，多謝你哋支持，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咁樣先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故事通知。你哋嘅每一個讚好，每一個分享，每一個訂閱，都係我繼續寫落去嘅最大動力。多謝晒。